第83屆金球獎頒獎典禮唔單止係獎項競逐嘅舞台，更加係個話題製造機。典禮主持人喜劇演員 Nikki Glaser 喺開場獨白中火力全開，將辛辣嘅玩笑對準荷里活巨星 Leonardo DiCaprio，成為全場焦點。Nikki 細數李安納度嘅輝煌成就，佢嘅職業生涯幾咁精彩，有無數經典演出，同咗好多偉大導演合作，仲贏咗3座金球獎同1座奧斯卡。之後話風一轉，講出引爆全場嘅一句說話，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，你竟然可以喺女朋友滿30歲之前完成呢啲成就，明顯指向李安納度咁多年嚟交往嘅對象年齡都比較細，搞到現場笑聲不斷。鏡頭下嘅李安納度依然展現風度，面帶微笑。主持人隨即道歉，但又解釋話，李奧真係唔好意思用呢件事搞笑，問題係我哋對你一無所知。佢甚至考古揾資料，話對佢最深入嘅訪問係1991年嘅青少年雜誌。當時佢被問到最愛食物，答案係意大利麵、意大利麵同埋意大利麵。Nikki 問而家仲係唔係最中意意大利麵嗰陣，李安納度喺台下笑住豎起手指公回應，呢段互動成為典禮中嘅趣味插曲。